小林啊，24歲，大學畢業啱1年啫，工作搵得唔好順，投咗30幾份簡歷啊，回音渺渺。但係佢一啲都唔焦慮喎，因為佢啱啱拆研而係年第2季，正喺度補緊龍爺榜嘅。佢同朋友講啦，我依家喺度蟄伏緊啊，凡閒當年都係從細地方起身噶啦，煤長蘇臥薪嘗膽12年添啊，我依家所在嘅低谷啊，只係喺度積累啊。朋友就問佢啦，你喺度積累啲咩？佢諗咗下啦，話我積累嘅係格局啊嘛，咁樣然之後攞起手機繼續刷第7季啦。我唔係要嘲笑小林啊，我年輕嘅時候呢，都有個類似嘅狀態嘅，覺得自己睇透咗人心，覺得自己只係時機未到，覺得嗰啲比我混得好嘅人啊，只不過係仲未遇到真正嘅考驗啫。回過頭嚟睇嗰段時間，我最大嘅成就呢，係將自己平庸解釋得非常之有氣魄嘅。今期呢，我想同後生人講一件事啦。你以為自己喺度修煉緊，其實你喺度瞓緊覺。宮廷劇同埋帝王敘事對唔同嘅年輕人呢，讀性係唔一樣嘅。中年人睇宮廷劇係用敘事填補已經受損嘅自我啫，佢哋至少經歷過真實嘅摩擦啦，知道現實係咩味道嘅。但年輕人唔同喎，年輕人嘅自我仲未形成，咁呢個階段呢，人係通過真實嘅經歷去建立自我認知嘅。你想嘗試咗一件事啦，失敗咗，感受嗰個失敗，調整再試。呢個過程好痛，但係佢會喺你身體入面流落嚟咗真實嘅東西。但如果呢個過程開始之前呢，你已經有咗一套完成嘅劇本，我係主角，我喺度修煉，我嘅低谷有意義嘅時機到咗，我自然會爆發噶啦。咁你就唔需要真實嘅經歷啦，劇本替代咗經歷，敘事替代咗成長。中年人係自我受損之後揾敘事填補嘅，咁年輕人呢，喺自我形成之前就俾敘事佔領咗嗰塊空地啦。後者嘅破壞性係遠大於前者嘅。咁空地上長咗個雜草，比良田荒廢更難處理啊！因為雜草從嚟唔覺得自己係雜草嘅。宮廷劇仲俾咗年輕人一樣好牙煙嘅東西啊，虛假嘅複雜感啦。睇完《甄嬛傳》呢，你覺得自己懂咗人心；睇完咗《龍爺榜》呢，你覺得自己懂咗權謀，懂咗隱忍，識咗如何在複雜環境裏面生存嘅。咁呢個曉咗嘅感覺呢，係非常真實嘅，但係佢係劇本提供嘅理解，唔係經歷提供嘅判斷力。呢兩者嘅區別喺邊度呢？劇本裏邊嘅複雜係編劇整理好嘅，因果清晰，規律可循，壞人有破綻啊嘛。忍耐係有回報嘅，每一步棋都係有伏筆嘅。咁樣現實嘅複雜係混沌嘅噃，冇編劇啊，冇主角光環啊，冇人替你將個因果理清楚啊。付出咗唔一定有回報噶，忍耐咗唔一定有結果噶。咁用劇本裏面嘅複雜感去面對現實嘅混沌呢，會產生一種災難性嘅自信嘅，覺得自己睇透咗一切啦。實際上係乜都冇經歷過，就好似一個從嚟冇落過水嘅人，睇咗100集游泳比賽嘅直播，然後覺得自己識游水啦。咁跳落去嗰一刻呢，先知道水係濕嘅。我哋再睇翻小林啦，佢講自己喺度蟄伏緊，喺積累格局。呢個就是一個致命嘅結構缺陷，就係佢唔要求你做任何具體嘅事。梅長蘇蟄伏12年，佢喺度做啲咩呢？佢喺度收集情報啊，建立人脈網絡啊，訓練江湖勢力啊，研究每一個對手嘅弱點嘅。咁佢有具體嘅行動啦，具體嘅積累嘅，具體嘅成果啦。咁小林嘅蟄伏係咩呢？刷劇啊，瞓覺啊，偶爾發一條朋友圈話厚積薄發啊。真正嘅蟄伏係有內容噶嘛，咁樣假嘅蟄伏呢，只有敘事嘅。咁但係假嘅蟄伏呢，喺感覺上同埋真嘅蟄伏係一模一樣嘅喎，因為佢用嘅係同一個套語言。呢就係最深嘅陷阱啦，你無法同內部去分辨自己係喺度積累，但係喺度消耗緊。因為帝王敘事咧會將所有嘅消耗都解釋成咗積累嘅。瞓覺喺度養精蓄銳啊，刷劇喺度研究人性啦，咩都冇做，
喺度等待時機啦。敘事一台永動機嘅，咁佢可以將任何嘅輸入都轉化成有意義嘅輸出喎。咁我哋再嚟睇呢件事最深嘅後果咧，人喺年輕嘅時候咧，有兩樣東西係最寶貴噶嘛，時間同埋可塑性。咁時間意味住你犯錯咗仲可以改，仲嚟得及噶嘛。咁可塑性意味住你嘅判斷力，你嘅自我認知仲未有固化，仲可以俾真實嘅經歷重塑嘅。咁呢個係年輕人最大嘅優勢啦。但係帝王敘事同埋宮廷劇咧，集就喺呢個階段入咗嚟喎。佢即係用個敘事嚟消費，佔據咗本嚟應該用嚟積累真實經歷嘅時間啦。佢用虛假嘅複雜感啊，替代咗本嚟應該通過摩擦先形成嘅真實判斷力。等到真實嘅社會摩擦來臨啦，第一次俾裁員啊，第一次俾人喺背後捅刀啊，第一次發覺努力同埋回報完全唔成正比啊，你先發覺自我就冇建立，判斷力都冇形成，時間已經過去咗啦。即係就係話線仲未出海，就個羅盤就已經壞咗啦。更加麻煩嘅係咩咧？你唔知道個羅盤係壞咗喎，因為你從嚟就冇出過海。你以為懂得咗人心，因為你睇過100集宮廷劇啦，但你從嚟冇喺真實嘅關係裏邊俾人背後捅過一刀。你以為你懂得咗隱忍，因為你睇過梅長蘇啊嘛，但你從嚟冇喺一個你唔中意嘅處境裏邊真實咁樣喺入面踎過1年，然後諗清楚下一步點行。劇本裏面嘅理解咧，遇到現實嘅混沌，會喺第1秒鐘咁碎咗嘅。咁唔係叫你冇睇宮廷劇，我都喺度睇，人係需要娛樂噶嘛，呢係冇咩問題。但係我想講嘅係另外一件事喎，係去揾一件你真係真實會失敗嘅事情，然後真實咁樣去失敗一次，然之後唔係去劇本裏邊嘅失敗，嗰種失敗咧係有編劇兜底嘅，失敗係為咗後嚟嘅成功鋪墊嘅。而喺現實裏邊嘅失敗咧，係冇伏筆，係冇主角光環嘅，就係事情冇做成，你唔知道點解，亦都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算。咁呢個失敗咧，會喺你嘅身體裏邊留落嚟一樣嘢，嗰樣東西咧就叫做真實嘅判斷力啦。佢唔好睇啊，但都唔似劇裏邊嘅成長咁有儀式感，但係佢係真實嘅。咁你以後做任何決定啊，靠嘅都係佢噶，唔係劇本啊。仲有一件事咧，下次你想講話我喺度蟄伏緊，我喺度積累緊嘅時候咧，先問自己一個問題啦，我喺度積累什麼咧？講具體啲，如果你答得上嚟，咁你可能真係喺度積累緊；如果你答唔上嚟咧，只能夠講話格局啊、心態啊、感悟啊嗰啲，可能只係你用敘事啊、講古仔啊，給自己個庭第蓋上一個漂亮嘅勳章嚟嘅啫。咁敘事嘅蓋章就不等於真實嘅發生喎。今日我哋講咗一件事啦，宮廷劇同埋帝王劇敘事對年青人嘅毒害係比任何人都深嘅，唔係因為年青人蠢啊，而係因為佢哋喺自我仲未形成嘅時候就俾官方就俾敘事佔領咗嗰笪空地啦。咁等到需要用真實嘅自我去面對真實嘅世界嘅時候咧，先發現入面係空嘅。咁我年輕嘅時候咧都經歷過呢個噶，嗰段時間我最擅長嘅事情咧係將自己嘅平庸解釋得非常之有氣魄嘅。咁回頭嚟睇咧，嗰啲時間啊係真係過咗去啦，唔係蟄伏啊，係瞓着咗啦。如果你而家仲後生，咁樣仲有時間啦，冇急住揾敘事，即係冇急住講自己嘅古仔啦，先去揾一件俾你自己真係會失敗嘅事情嚟做。咁從嗰度開始啦。先係你人生嘅真實開始嘅。我係孫虛度，下期再見啦，拜拜。